来是总统蔡英文再去到空中勤务总队的台中驻地来视察，为着要把优秀人才留落来，总统来宣布，每一个飞行员为这个月开始，逐月日加发到4万块的奖金。以7级顶的正驾驶来讲，每个月薪水为10万升到14万。另外出勤的时阵，飞行的钟点费嘛来加倍，为800调悬到1600。总统蔡英文甲内政部长徐国勇到空勤总队台中驻地巡视，总统嘛亲身入去到卫星直升机的机舱内。总统讲，若灾害发生的时，空勤总队总是冒着性命危险上山落海协助救灾救难。为着好这精英飞行员甲机组人员继续为民服务，为7月份开始，每一个飞行员一个月将加发4万块的奖金，出勤的钟点费嘛加倍。对于每一位空勤飞行员，每月增发我们的揽才留才奖金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会提高飞行人员、空勤救护人员、共勤机组员的钟点。除了加薪，目前空勤总队5个基地，敢若台中机坪空间尚较完善，所以讲总统嘛要求相关单位赶紧提拨经费，增建台北、高雄、花莲甲台东等等基地，并且伫10月份和乌鹰直升机入来，目标是灾害发生后，空勤总队应伫30分钟内到现场。